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我係主播林思齊，歡迎大家翻到嚟世界時事粵語解讀。過百蚊食塊硬過鞋底嘅牛扒，仲要嘆埋阿姐嘅黑口黑面。香港人，你頂咗幾多年呢？今日香港餐飲業有好多老字號排隊執笠，大家出到嚟開口埋口都話係時代悲歌，但係偏偏花園餐廳宣布關門大吉，全港網民居然好似中咗六合彩咁。一邊倒喺連登同 Threads 開香檳拍手叫好，呢個絕對唔係幸災樂禍，呢個係全港消費者積怨幾十年嘅集體大爆發。我哋一齊睇下呢間當初高朋滿座嘅平民扒房，點樣變成今日人人喊打嘅劣食代表？到底呢間老字號點樣親手將自己嘅情懷光環消磨殆盡呢？我哋即刻入正題。講到花園餐廳，老一輩嘅香港人一定有個回憶。時光倒流，去到上世紀70、80年代嗰陣時係港式扒房嘅全盛時期。喺嗰個年代，香港經濟剛剛起飛，基層市民開始賺到啲錢。但係如果話要去半島酒店或者去中環老牌西餐廳，始終係一件高不可攀嘅事。於是港式扒房應運而生，佢將西方嘅鋸扒文化用香港人最市井嘅方式包裝出嚟。花園餐廳就係當年嘅平民天王。喺嗰個年代，鋸扒真係一件大事，代表住平民嘅奢華。打工仔出糧，情侶拍拖，屋企人慶祝生日，首選一定係去花園餐廳。大家記唔記得以前行入去嘅感覺呢？環境黑黑地，好有情調。坐低先，嚟碗紅湯或者白湯，即係羅宋湯同忌廉湯，再配翻個牛油餐包。最期待嘅一定係淋啲黑椒汁、洋蔥汁落去鐵板度嗰一刻嘅喳喳聲，呢種充滿儀式感嘅體驗，70至90後嘅香港人應該仲歷歷在目啊！可惜回憶再美好，都敵唔過現實嘅殘酷。花園餐廳近年最致命嘅死因係佢親手摧毀咗自己嘅招牌。網民之所以拍手叫好，第一大罪狀就係光速倒退嘅品質。近年你去食花園餐廳，你會發現塊扒完全冇肉味，佢哋為咗令啲肉質變軟，鬆肉粉落得太重手，成嚿肉食落去好似棉花咁，毫無質感。如果好彩冇落鬆肉粉，塊扒又硬過鞋底，鋸到手軟都鋸唔開。配菜更加係災難。永遠配幾條煮完再又煮嘅西蘭花，加埋一堆翻炸又翻炸嘅薯條，淋上去啲黑椒汁，味道死鹹，好似化學武器。除咗食物難食，第二大罪狀就係佢哋嘅服務態度。大家成日講笑咁講話咩港式阿姐服務，但係花園餐廳嘅阿姐係另一種層次。我意思係極度惡劣嗰種層次。去澳牛食嘢，人哋快靚正。澳牛嘅阿哥阿姐雖然講嘢粗魯，但係人哋落單準確，上菜收碟1分鐘搞掂，快手有效率。但係花園餐廳嘅服務正好相反，係慢錯同埋懶散。入到去你想叫嘢食，叫極都冇人理，好唔容易叫到人，阿姐黑住塊面走埋嚟，好似你差佢幾百萬咁。落錯單上錯菜已經係家常便飯。你如果咁投訴，佢分分鐘大聲過你，仲要怪翻你轉頭，未食完就急住收碟，眼神催你快啲走。呢種貼錢買難受嘅體驗，去一次係體驗生活，去2次就係自己犯賤。再加上多年不變嘅衛生環境，地板永遠黐立立，匙羹叉摸落去永遠油淋淋。裝修殘舊，但唔係懷舊，而係污糟。當一間餐廳連最基本嘅乾淨同尊重客人都做唔到，被網民唾棄，根本係理所當然。如果話質素同服務差係內憂，咁市場競爭就係將佢一刀封喉嘅外患。花園餐廳呢幾年完美示範咗咩叫做不思進取，最終被時代拋棄。喺平價市場有薩莉亞，人哋幾十蚊就有交易，雖然唔係咩高級食材，但勝在性價比高，環境乾淨，完美吸納咗班學生同基層客群。喺同行競爭方面，近年興起一堆日式石燒牛扒，人哋用咩部位標榜得清清楚楚，你想食幾成熟，自己用石頭控制，好玩又好食。就算唔同新式餐廳比，
同班同行嘅港式老字號比，花園餐廳都輸成條街。你睇下，太子金鳳、長沙灣飛鷹、土瓜灣哥登堡，人哋同樣係幾十年老字號，同樣玩港式情懷，但人哋起碼保留到基本嘅食物水準，人哋到今時今日依然大排長龍。咁證明咗啲咩？證明港式扒房根本未死，死嘅純粹係花園餐廳自己。面對原材料價格上升、租金壓力，花園餐廳嘅管理層做咗一個最愚蠢嘅商業決定，佢哋選擇咗加價兼減料，價格越嚟越貴，但食物質素同份量就越嚟越縮水。佢哋嘅管理模式極度僵化，20-30年嚟毫無進步。今時今日仲用緊最原始嘅手寫單，電子點餐系統慢到抽筋，喺網絡宣傳上更加等於零。喺年輕人嘅眼中，花園餐廳已經同老嘢去嘅地方劣食代表畫上等號。當你完全失去咗年輕一代嘅市場，又親手趕走埋一班老顧客，你嘅品牌就注定要行入歷史。呢場結業風波背後其實反映咗香港消費者心理嘅巨大轉變。網民嘅拍手叫好唔係冷血，而係一場積怨已久嘅正義制裁。大家都知道，依家香港餐飲業好難做，好多人成日怪香港人放假就北上深圳消費，唔願意留港消費。但我哋做人要公道，香港人點解寧返大陸去深圳食烤魚、食木屋燒烤呢？因為人哋起碼做到基本嘅服務態度，嘢食對得住個價錢。相反，喺香港某啲好似花園餐廳嘅鋪頭，收你過百蚊一餐，俾塊鞋底牛扒你，仲要塞個黑口黑面嘅阿姐俾你嘆，大家都係賺辛苦錢，憑咩我要留低受你依種氣呢？所以網民去留言諷刺，去開香檳，本質上係一種恨鐵不成鋼嘅宣洩。我哋俾過呢啲老字號太多次機會啦，每一次去都係因為情懷，但每一次走都係帶住憤怒同埋失望。大家已經唔再想盲目消費情懷啦，情懷唔可以當飯食，老字號亦唔係劣食嘅保護傘。網民希望透過市場嘅力量去淘汰嗰啲不思進取、消費集體回憶嘅餐廳，呢個唔係幸災樂禍，而係市場嘅正常代謝。花園餐廳嘅落寞其實係一個時代嘅終點。佢同所有香港嘅老牌企業講，單靠集體回憶呢4個字係冇可能玩一世嘅。當一間鋪頭連最後嘅情懷都消磨殆盡，要結業，或者咁係佢最好嘅解脫。雖然食物難食，阿姐好餓，但實話實說，花園餐廳確實陪伴咗無數香港人走過青春。那些年中學時期嘅聚會、初戀嘅第一次鋸扒，呢啲記憶係真嘅，但係鋸唔入嘅牛扒都係真嘅。多謝你曾經記錄過我哋嘅青春，亦多謝你用你嘅死亡講出香港老牌飲食業嘅實況。各位觀眾，你哋最後一次去花園餐廳係幾時呢？當時嘅體驗係好定壞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哋嘅回憶同睇法。覺得有共鳴嘅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喺度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係主播林思齊，我哋下期世界時事粵語解讀再見。